伫过年进前是关怀中心会课上欠费时间，因此台南金华府特别伫永和关怀中心举办关怀活动，只要伫当天去关怀民众，会当摕到起糕、面线等物资，经他家送全年礼券。这主要即届捐款人大厂无向国营公司花费是当时用200万做一个爱心的延续，安尼希望讲今年遐。阮有顶谈即个年终要办一场关怀活动，希望大家三界来参与，来共同完成这好代志。其实我们最缺席的时间就是寒暑假时期，没有错，对，因为我们会少了学校的一大学员，对，所以非常感谢金华府愿意在这个寒暑假期间帮我们多募集一些血。根据关怀中心的统计，当天总共募到252袋花，为着感谢台南金华府。特别准备感谢状来表达感谢，同时政治活动也特别来感谢，因为伫先前金华府也捐赠3个困地，提供予家友过冬相当的暖心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